今日我哋就嚟到意大利嘅拿波里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龐貝古城呢？龐貝古城係意大利一座著名嘅考古遺址。呢座城市因為公元79年火山噴發而被火山灰覆蓋嘅，後來被遺忘，直至到18世紀先至重新被發現。我哋係參加咗郵輪公司提供嘅 shuttle bus，50蚊美金一位，用45分鐘就嚟到呢個龐貝古城啦。雖然我哋喺網上面已經買咗飛，但係淨係排隊換飛都排咗成個鐘頭。龐貝古城嘅面積大約為66公頃，呢個面積係包含咗城市嘅主要建築、公共場所同埋居民區，展示咗當時龐貝古城城市嘅規劃同埋結構都非常完善。據估計，龐貝古城喺巔峰嘅時候，人口大概有1萬至2萬之間。呢個係當時一個相對繁榮嘅城市，擁有多樣嘅社會同埋經濟活動。呢個古城嘅遺跡保存得相當完整，有好多建築物、壁畫同埋馬賽克仍然可以見到。你可以感受到當時嘅生活嘅氛圍。城市裏面有公共浴場、劇院、神廟、商店等等，佢哋嘅建築都非常講究。你睇下地下嘅階磚全部都鋪好晒㗎，牆上面嘅天花線都一絲不苟。呢啲咁樣嘅室內設計同埋裝修，講緊係千幾兩千年前嘅事喎，小城市啫喎，而家我哋都未必得啦。呢度就係阿波羅神殿啦，佢係一個好重要嘅神寺，響古希臘嘅文學、藝術同埋音樂都佔有好重要嘅地位。喺呢度漫步其中，就好似返2000年前嘅古羅馬。Open Kitchen 啊！幾多年前嘅 Open Kitchen 啊？2000年前嘅 Open Kitchen 啊？Marble 嚟㗎，呢啲全部都好犀利啊！哇，好多個爐頭添啊！又有大水缸。哇，係喎，呢個係大廚房嚟嘅喎。呢一間就係當時嘅富人之家，門口就已經有個雕塑，向住太陽。呢幅拼畫係描述緊亞歷山大大帝攻打波斯嘅情景。呢幅只係仿製品，真跡已經移交咗去博物館，我哋晏啲會去睇。離開咗龐貝古城之後，我哋就返咗市中心揾間餐廳坐低食飯。我哋嚟咗一個好地道嘅街邊嘅餐廳食拿波里披薩。原來喺意大利每一個地區嘅披薩，佢嘅用料同埋做法都唔同嘅。拿波里其實係披薩嘅發源地，佢哋嘅披薩就會多啲芝士同埋厚批。我覺得呢間餐廳呢，只係本地嘅餐廳。我諗佢勝在就係價錢平，抵食夾埋點。好似話呢間餐廳嘅老闆呢，以為我係日本人，仲要上鏡講兩句喎。本來食完飯諗住搭2個站地鐵，
去佢嘅博物館繼續參觀嘅。點知原來嗰日係假期，佢嘅地鐵居然全線封閉。我哋就步行咗30分鐘，終於去到佢哋嘅博物館。呢個博物館收藏嘅好多都係龐貝古城嗰度搬過嚟嘅。喺呢啲雕塑人物所着嘅鞋同埋衫，你就知道佢喺當時嘅身份地位啦。我真心覺得佢呢啲馬賽克係藝術品。你諗下，咁大幅畫，逐粒逐粒咁樣砌上去，嘥幾多時間同埋心機？呢個就係龐貝古城嘅模型。呢條片就係模擬返當時龐貝古城最繁華盛世嘅時候嘅城市容貌。好啦，參觀完呢個咁沉重嘅展覽，我哋要返出嚟休息下。嚟到意大利，當然要試下佢哋嘅 gelato 啦。就唔知道呢間係咪真係好出名啦，不過好多人排隊。我哋今日嘅行程已經完畢啦，而家準備返上船。聽日我哋就會去到羅馬。未訂閱嘅朋友記住訂閱啦，撳埋個鐘仔就知我幾時出新片啦。下條片見。